歡迎大家嚟到癲佬有料賽馬貼士第63個賽馬日，25年4月16日，跑馬地夜馬9場賽事 B 賽道。大家好，我係癲佬。第一場1000米5班，癲佬嘅心水係9號標之多多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2次第二。第二隻12號鑽石翱翔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。第三隻8號全城大勝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四隻10號遙遙日上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二場22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8號客家之光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二。第二隻1號綠色巨人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三隻7號符號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四隻11號幸運同行，近3戰裏邊最近跑過第五。第三場165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8號一生好彩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二隻11號領創動力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三隻10號標誌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四隻3號翠兒威威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八。第四場1200米3班，癲佬嘅心水係7號日馳千里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二隻3號嘉應掌聲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三隻1號撼天鐵翼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四隻6號奇異歡聲，近戰裏邊跑過第八。第五場165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3號卓越旋風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二。第二隻8號波爾多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三隻1號三軍勇將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四隻10號上風泰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六場1200米3班，癲佬嘅心水係3號醫神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二。第二隻1號魅力寶區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三隻2號奇異果，近戰跑第九。第四隻8號自有心得，近2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八。第七場12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10號天下寵兒，近3戰裏邊跑過3次第二。第二隻12號夢幻禁區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二，兩次第三。第三隻2號心裏有數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四隻9號盛世威風，近2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九。第八場12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4號好精神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第二隻12號環球英雄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三隻3號快搏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四隻5號幸運星球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第九場1650米3班，癲佬嘅心水係3號唯美主義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
第二隻9號紅海徑，近3次裏邊跑過1次第一，2次第二。第三隻11號有財有勢，近3次裏邊最近係跑過第5。第四隻1號大千氣象，近3次裏邊最近係跑過第4。麻煩各位靚仔靚女幫忙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點讚我哋嘅影片。多謝晒大家收睇同埋收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